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新春快乐，新年恭喜！今仔日是1月24，来看这个下暗新闻。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寒流来到位，全台湾冷基期，台中以北的宜兰恐惊无到6度，愈暗的愈冷，关山有机会会落雪。中昼过后，这高速公路上北开始塞车，雪山崩空，就太过了公里。这个高公桥预估测试上届侪人要上北，上好是提早出门。曾经上阵就有讲过，这过年了后，虽然警令就来放零落一军也讲，除了病院、中照机构、大众运输，其他差不多都会当变挂水暗落。受到寒流影响，这正月初3，全台湾温度拢有降低，变加冷基期。有民宿业者普遍讲，这桃园的拉拉山伫中昼过后开始落雪，也那宜兰的太平山是落冰雪吧。气象局也针对全台湾22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而且愈暗会愈冷。到明仔载透早呢，这台南以北有机会落到7度以下，今暗时中部以北也个东北部、东部关山有机会落雪。眼前一片白茫茫，正月初3，桃园拉拉山海拔差不多1600公尺所在，有民宿业者普遍表示，伫中昼过后开始落雪，互民众真欢喜。下雪了。有寒流，全台气温降低，不止拉拉山、太平山也落美雪，世界能看到冰雪美景。北部跟东北部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那甚至在中部跟东部地区的3000公尺以上高山，是不排除是有些下雪的机会。明天之后，因为整个水汽上是逐渐减少，所以在明天的一个降雪情形的话，是会比较不明显的一个情形呢。气象局表示，一暝了后，关山也有可能落雪。目前针对全台22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因为愈暗会愈寒，北部、东半部依然有局部短暂雨。这波寒流上悬时间，伫初3暗时到初4透早。这一波寒流的一个影响，大概就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温度最低的时候。那预计在台南以北跟东北部、东部地区的低温，大致上落在7到10度左右。沿海观光地区跟金山区的平地可能会在低个2到3度左右。气象局表示，这波寒流会到初5减弱，到时阵各地气温有机会回到20度左右。暗过初6有一波冷空气入南，强度无排除接近寒流等级。提醒民众都要注意气温的变化，爱穿雨袖。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外口是冷基期，不过今透早呢，这高速公路就直咧塞车，中昼过后开始上北，亲像这国道5号要上北的，拢塞伫咧磅空口，6公里长。高速公路局也预告讲，这车时是上届侪人要上北的，建议民众会当提早出发，或者是利用替代道路。就算低温5度，也要上山，就是为了要看南怀公路的美景。海拔2722公尺的关山下口，正月初3出去佚佗人车真侪。南怀互通了后，头一摆春节假期取消，6礼拜2是通行限制，不过逐工的尾仔5点钟前爱离开。游客赶紧停止达关山磅空口翕相。因为我们怕塞车，所以我们骑摩托车过来，刚好过年可以带孩子过来。苏花公路上北，宜兰台北10点过了后，车潮一泡泡。虽然无出现塞车，不过车辆数明显变侪。太鲁阁国家公园也是出去佚佗的热点。初2到初4，台管处启动免费专接车，避免塞车，让游客心情不好。觉得方便吗？这个车子？对，比较不会塞车。不会塞车啦，哈，对不对？有时间啊。OK。很好啊。正伫假期中段出去佚佗加上北返，国道高速公路透早就出现车潮，未少路段出现塞车。其中国际中继站的西丽服务区，人比去年增加4成以上。各个雪水情，中昼过了后，就把车辆踏几公里。高公局提醒初4北返尖峰日中早上路。要走西部国道朋友建议如果是在南部的朋友的话，建议在早上9点前出发。那中部地区则是建议在中午12点前出发。或是在休息几天，我们到初7、初8再北返。那走国道5号的朋友，建议是在早上的9点前就可以尽早出发了。西部国道初4实施高升载，为下昼1点到尾仔6点，各个高升载会继续到初8，逐工的下晝3点到暗时8点。不过高公局有估初4的各个车侪状况会继续到透早2、3点，建议会当选择行台9线替代道路。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季风变强，
全台湾各地头风拢变甲真大阵。今日中昼伫台中的公益路和大英街路口，这工地铁架啊，互风渗一倒落来。下晡伫中德路，也有一树啊倒去，造成3个人受伤送病院。事故原因也搁伫咧调查。另外，伫嘉义市的文化路，也有一搭工地，这铁片围篱啊，互风吹甲倒去。另外，讲到这云林北港的灯会，真侪人去看，也因为这灯会互风吹甲倒去呢。今仔日甲明仔载是无要点灯会。意外现场一片路苍苍，架倒去，路边拢是铁架甲围篱。台中市区的公益路甲大英街口，这建筑工地架，互大风吹倒去，附近的民众看到安尼情形，也惊一跳。很可怕，对，还好我没有经过。因为适逢后年假期间，暂时无法通知到建案的屋主，所以我们立即通知1999及相关的业管单位来协助处理。环境赶到现场，管制交通，好佳在无影响人车。台中市都发局也赶紧到现场了解，要对施工单位加速权人调查因的责任。伫市区的中德路下晡3点左右，也发生路树倒去，警消赶去现场救援。我不太敢看，因为躺在那个是不能动。现场有2部机车，其中1部骑士双载，1部单人骑士，3位民众均遭路树压倒受伤。警消表示，路树倒去，得着2台机车，好佳在只有3个人轻伤。台中市建设局到现场了解树风是毋是有问题，或者是大风所造成的。伫嘉义市文化路一工地铁片围篱，互强风吹变过，伫云林北港也靠大风，互咧举办的灯会也受不少的损失。一般像那种灯会都不会做固定式去打地钉啊，所以一般都是会用拉的啦。那拉的就容易倾倒。风势还是这么大的情况之下，可能暂时我们不会做亮灯的动作。主办单位表示，看起来这个顶的外观损害无介大，啊，不过环路线路有受损或者是漏电，为安全，先将这个顶复原，再个测试线路，决定24、25无要开灯，确定安全了后，再个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渐渐稳定，指挥官王必胜进前有表示，打算要伫咧旧历过年了后，就要把这喙癌禁令搁再放令啊。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表示，除了病院、中照机构大众运输以外，其他地点会当讲是唔免挂喙癌啊。未来也把这详细地点全部列出来。天气冷叽叽出来，世界民众无啊、鱼啊、暗筋拢总有，就算无国强制要求挂喙安，未少人喙安依然挂安。即马国内新冠疫情等候指挥中心进前就透露，那春节过后国内外疫情稳定，有希望伫春节过后调整佮公布第2阶段放令喙安。放令的场所就是一般大家定出入的所在。参考邻近的一些国家的做法。那可能会风险相对高的场所，例如说医院、诊所、药局，还有长照机构，还有就是像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等等，可能会要求戴口罩。虽然会造成一些不方便，但是可以维护更多人的生命安全。国内只是增加14673例确定病例，比顶礼拜二减少25.4%，增加186例境外移入24例死亡个案。中国入境旅客高峰已经过啊，阳性率是降低。1月2日为金马春节交通站安入境旅客，其中金门水码头10人采检，0人阳性，阳性率是0%。桃机上机总共904人入境，其中15人阳性，阳性率也只有2.8%。那像是今天的小三通是0嘛，还有说那个中国的班机到台湾来，阳性率是2.8%。好，那这跟之前比较起来的话，都可能感觉到说，也许至少在沿海地区啊，那他们的那些疫情的动态可能是刚过高点，那接下来可能是一个平原期之类的一个动态。医所认为，即马是华人过着春节假期，民众回乡出佚佗，依然要注意后续疫情发展。而且台湾本土BQ.1病毒比例开始增加，也是未当放轻松。后续是毋是开放非规模地区民众应透过小三通往来台湾甲中国？指挥中心讲，会由陆委会做规个专案检讨了后才决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媒体报道讲，这美国国防部当日替将其延期长麦卡锡春季访问台湾的行程做准备，引起外界讨论。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今证实，去年9月确实有代表立法院送邀请函，要邀请麦卡锡来访问台湾。
为训练高台往下面跳，学员完全袂提救。这批伫陆军航特部的空军中心严格训练的学员，也运用飞亚顶技术，模拟高空情景强化跳伞战机，结婚才会当成做合格的高空队员。将会青沙总统蔡英文到航特部的煞兵野区，慰劳老朽的军事官，致辞时特别讲到跳伞受伤的下属郑良峰，感谢国军坚守单位守护家园。我也读到，因为执行跳伞任务而受伤的秦良峰下士所撰写的散文，我深刻的感受良峰对于国军、对于特战部队的浓厚的情感。春节假期，国军无放零，因为两岸关系在变化。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当咧为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春季访台行程做准备。另外，立委王定宇也正是去年9月代表立法院递上邀请函。我个人代表游锡堃院长亲自送达了这一个邀请函。我们台湾的国会立法院邀请麦卡锡访问台湾。考虑去年8月，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引起中国伫台海4区域军演，学者分析，那麦卡锡以议长的姿态访台，都是向北京表达一种防范的强硬态度。那代表说，在去年那个麦卡锡，他是众议院共和党的领袖，还不是众议院议长的时候，那他当然也会想过类似的议题。但有议长的身份更加的不同了，国会展现出一种态度，跟对北京的一种比较防范这种心态。因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议会访问中国，希望透过对话缓和中美紧张气氛。由外国媒体报道，伫布林肯去中国进前，中美已经进行军事对话。美国提醒中国，唔通伫麦卡锡可能访问台湾上反映过度。记者综合报道。在咧过年期间，互看做是要拼2024年总统的人选，拢会四界安排因的行程。亲像郭本地去到新北市行村，不过也传出讲本地要去美国访问，说是行程出现变故。郭本地表示讲，目前还阁在规划。另外，副总统赖清德是去到桃园新竹苗栗强庙参拜。因为讲到新北市长侯友宜，互问到讲，伊是立赢上介强的家乡敌的时阵，伊是表示讲，大家应该要好好拍拼团结，互地方过更较好的生活。一上乡。将会青沙透早，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带领子弟兵前往新北市的强庙参拜，也发财金。不过，访问到计划出访美国，疑似碰壁，随反驳。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时间都搞不定，到底要什么时候去，都内部都还没有个确切的时程。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谣言太多了。同款甲郭文哲，互看做是竞争2024总统大会的热门人选，副总统赖清德是前往桃竹苗地区的强庙参拜，先伫桃园甲前桃市长郑文灿同齐，佮前往新竹甲党内郭建明发散福地，行程真晚。全球景气不好，台湾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如果能够掌握充满希望的兔子年，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逢凶化吉。都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对台湾对移民献上兔年祝福。赖清德伫春节期间全台走透透，也毋过要争取未来总统大会站在对手，也阁有互立赢看做是头号加敌人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其实台湾这一块地根本没有分你跟我，因为咱拢种下伫这个所在，食台湾米，啉台湾水大汉的，携手同心齐力，为中华民国，为台湾。希望我们的国家会更好，人民过得更幸福。侯友宜前往强庙参拜了后，到永歌家村，吸引真侪人排队摕福地，也有民众给鼓励。对党中央敢是伫年后要启动初选机制，侯友宜表示，每一个人有各自角色，爱互相尊重。离2024总统大选无到1年时间，各政党布局也渐渐的展开。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咱继续来关心这罗西阿帕乌克兰战争。替罗西阿帕头阵的瓦格纳佣兵集团，加罗西阿的航空兵、火箭炮兵配合，已经把顿内刺克地区的苏勒达尔和克列契夫卡占落来啊！这两个所在会影响到乌克兰重要补给站巴赫姆特。这显示讲，乌克兰目前非常需要欧美国家对因提供上界先进的主力战车。
乌克兰战车部队伫巴赫姆特郊区巡逻布阵，准备进行俄军随时可能的包围战。巴赫姆特红俄封叫做阿丘莫夫斯克，是俄军伫顿涅茨克地区重要的补给中心。若可踏进俄军手中，60多公里的防线面临崩盘的危险。На Донец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добровольцами штурмовых отрядов при огнев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оперативно-тактической и армейской авиации, ракетных войск и артиллерии Юж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освобожден населенный пункт Клещеевка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进前红俄军攻来，苏勒达尔甲克列切夫卡分别伫巴赫姆特的东北边甲西南边，加做两面包围的形势。Це настільки сильно тупий танк, що для нього як-не-як елементарний птур, який використовувався ще в далеких роках. Це така серйозна небезпека. 乌克兰的主力战车 T-72甲俄军用要共款，性能是属于第2代顶级。俄方伫数量顶悬占绝对优势，俄军还佫有较先进的 T-9抗战车投入战场，所以更加需要欧美国家支援的第3代战车。另外，为俄军伫北朝战功的瓦格纳佣兵集团是遭到欧美升级制裁措施，甚至被美国政府列为跨国犯罪组织。不过，北约组织镇压也内部无害情形发生。北约会员之一的丹麦反移民团体之一，伫土耳其驻瑞典大使馆头前烧古兰经，引起伊斯兰国家的怒火。土耳其政府原本对瑞典加入北约已经放松，伫小测代志发生了后，态度转作强硬，表示打算加入北约来阻止俄罗斯的瑞典踢到铁棒。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为着民众安全，无经过核准的是千万唔通乱食。伫过年之前，经济部有公告，讲中国制造的这个垃圾粉呢，也未开放进口，拢爱落价。不过，伫高雄的新乐街过年夜市，也是有大头仔伫咧卖。高雄市卫生局有去稽查，也查到2000多包中国制造的四手仔，这包装是无花语标示，也无数字证明，会依照违反食安法，该罚3万到300万。一包一包清点，甲违规的四手仔全部装箱封起来。高雄市卫生局人员会同警方，23号暗时，一群人来到新乐街过年夜市，锁定其中一位卖四手仔的单位。因为接到民众检举，有卖来自中国的四手仔，种类非常的多，怀疑来源有问题。经查，该摊商贩售魔芋爽香辣素毛肚、魔芋爽麻辣素毛肚及魔芋爽酸辣泡菜3项产品。外包装无中文标示，且业者无法提供输入许可相关资料，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业者卖3项中国製食品，外包装无中文的标示，嘛无法度提供进口的许可证明，会依法罚3万到300万。卫生局人员现场封存总共2064包。知道我有。这种大陆的通对。还佫有经济部过年前才宣布，无核准进口的中国螺蛳粉，不管是实体店家，也是电商平台，拢必须落价。单位顶面嘛有加卖，同款非常受欢迎。关务署表示，无经过核准进口的中国製食品，包括螺蛳粉、调味的土豆、魔芋爽等等，最近2年累计查到24万7000多公斤，拢按照海关掠走私条例来查处。记者李小燕比较关高雄报道。过年期间食遐尼济稀稀巴巴，也着爱运动哦。这新北市的运动中心对初二就开始开放，今日有真济民众透早就去活动筋骨啊。嘴巴持续慢吐慢吸。对健身教练活动筋骨，新北市南口的运动中心第2节嘛有运动课程，对早起开始就不少民众来上课。如果10天一直吃，然后在家里追剧，我会觉得10天后会蛮可怕的，所以运动中心有课就觉得很开心。有民众表示，这个年节休真长，大鱼大肉食几若工，真需要运动。健身教练嘛特别安排一寡平常时就通简单做减脂肪、抽筋骨、初学者好学的动作，让民众通好缀咧做。尽量挑一些任何强度的人都可以做。那有些比较强的，我会给他特别更强的教他做，所以任何程度来都应该都可以上课。那像我们的飞轮课程哦，就是对减脂非常有帮助。那我们也有有氧课程，就是非常欢迎民众来一起来运动这样。运动中心表示，可能是天气无介好，嘛可能是愈来愈侪少年人有练身体的惯势，来运动的人有比以前较侪。新北市体育局嘛表示，市内运动中心有推展无同的活动课程，让民众年节嘛通动筋骨。记者电话不调开台北采访报道。
伫咱台湾这大甲妈祖白沙屯妈的进香活动真出名，伫宜兰也有在地妈祖故事。就有学者研究讲，这宜兰当地妈祖信仰历史，也发现讲宜兰的妈祖影响到1989年以后的两化关系。就算讲是平常时，香客也是同款袂少。徛伫江边守护宜兰南方澳这个渔村的南天宫，即阵出名的是200公斤的金妈祖，加5000公斤的玉妈祖。不过南天宫头摆通人知，爱讲对1987年古尊位美洲走私来台湾的妈祖神像，伫南方澳互海关发现，差一点仔报销，是南方澳地方里面甲妈祖抢救捞落来。本来这条船是应要在头城的大溪渔港要进港，那因为大风浪的关系所以就被风浪把它逼到我们南方澳这边来，南方澳进港。那等于是跟我们南天宫有这个缘分。1989年，南方澳的渔民也是护送妈祖到美洲，创下战后两岸直航的头一个，嘛促成刷落来两岸豆豆开放。所以那时候地方上都很积极。当时要出来时大家嘛安尼感觉讲真兴奋所以当时地方上发动了500艘渔船。这件代志轰动全台湾，各地头拢来南天宫参拜美洲来的妈祖。研究妈祖文化的谢瑞良，去年嘛出一本宜兰县妈祖信仰研究的册。今年1月伫宜兰市礁影宫举办座谈会，配合县政府办的南洋妈祖文化节，希望让大家认捌宜兰妈祖文化。我是感觉咱后壁会使去思考讲，要安怎将咱官方跟咱这个民间的宫庙，要安怎去来做合作各司其职我感觉安尼可能这个活动会使办得更加好，更加有光彩。因为安尼，去年底聚会咧审预算的时，甲妈祖文化节1000万的预算抬到剩450万。不过选举了后，议员大洗牌，县府嘛按算要争取追加预算。今年到底要安怎办，也无定案。宜兰县长林祖妙去年底对此受访表示，妈祖家己会想办法。可能就亲像36年前湄洲妈祖选择来到南天宫同款，一切拢有伊上好的安排。记者林思豪、谢桂林宜兰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7度到14度，苗栗到云林对7度到18度。嘉义到屏东对7度到2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7度到1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3度到1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